好，我哋嚟到第3節嘅公民廣場。第3節啦，我哋應該係第1節啦，嗬。我唔知㗎，其實是但啦，是但緊要啦，我哋跟翻時序，可能係第3節。有冇發現點解睇下唔同嘅人？首先咧，我係 Joshua 李俊熙，同埋我哋今日嘅嘉賓就係 Jacko 陳宇明。我應該可唔可以簽名㗎？可以簽一次，後邊有塊板。好，點解我哋今日會請佢嚟咧？咁啊話説咧，最近咧就有股熱潮。咁我今日咧教手機班嘅時候咧，就有問我係咪教 iPhone 6啊咁樣？咁梗係未係啦，都未有得攞到上手。先達今日有得賣啦，已經賣緊。賣緊啊！原來已經上手啦，賣緊啦，上手啦。咁加上咧就之前咧就有颱風，就可以方便大家，又可以一齊去到即刻上網登記。係啦。點解今日會請我嚟做主持咧？因為咧我就係對呢啲嘢咧就係一竅不通。咁啊唔好問我點解教手機班，因為我都係教基本知識嘅啫，可能。咁所以咧就揾到話 Jacko 陳宇明解釋下究竟呢股搶購 iPhone 6嘅熱潮。好啦，請你講啊，之後嗰點？唔係，其實 iPhone 6係咪真係咁 hit 咧？咁又唔係真係，我又唔覺得真係咁 hit 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大咗芒，個 spec， 好辛苦嘅以前個芒真係。唔係，我而家仲用緊 iPhone 4。唔係，可能其他人用慣咗個大芒咧。呢啲變大咗翻唔到轉頭㗎啦。係，同埋佢未打破咗佢嗰個唔可以過幾多寸，即係佢本身有個話 iPhone 唔想去。嗰個佢好少時啫嗰個，因為遲早嘅問題啦，大家都知道啲嘢。咁我覺得反而即係你問我成個 iPhone 熱潮，我最有興趣想講嘅就係保安啊，跟住中國冇得賣啦。中國冇得賣，我以為你會講解下嗰啲保安可以講嘅，我哋一陣間轉頭講少少保安。講係啦，點解中國冇得賣咧？你講點解？我啲人就話因為係咪中國電信啊？佢先公佈咗，同埋我估可能本身咧，即係香港嗰個 Hong Kong 嗰度本來係應該寫 China。所以佢下低都改唔切，變咗全部都 country， 係咪咁解咧？會唔會即係本身真係有？我印象中嘅蘋果網頁從來都係寫 country 嘅，即係佢唔會就唔會理你嘅。咁從來香港、澳門、台灣都係一個 country 嚟嘅。中國係4個係蘋果講嘅，係蘋果講嘅，蘋果公司網頁講係4個 country 嚟嘅。咁我知道嘅嘢咧就係中國就本來係喺第一階段已經有登記，就係你問我點解唔得，我就會覺得就係因為大陸嘅網民劇透太多。點解咧？即係如果你留意過蘋果呢間公司，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蘋果就好注重呢個所有新產品發布之前嘅信息保密。其實係非常之注重。去到最尾一刻先眼前一亮。我係以前喬布斯係拎咗出嚟，大家先見過嗰個樣。係啊，大家可能我最有印象就係嗰陣時佢拎個雞皮袋出嚟，就係嗰雞皮袋就拎個 iPad 出嚟啦。呢個就真係 iPad Air 應該係。咁我最有印象呢一幕。即係咪因為而家嗰個資訊科技太流通咧，開始即係好難冚到呢啲？其實就唔係好難，我相信蘋果同啲中國嗰啲就廠商富士通埋嗰陣，其實應該簽晒保密協議。但係話其實我就會覺得就係嗰啲就商其實已經本身違反咗保密協議啦，一開始就。成間咁大間公司都可以違反，佢直情講埋啲規格啊，即係整埋。因為你正常嚟講，一間佢哋嘅生產基本上就係分分鐘係咁，可能公司 A 就可能淨係整個屏幕。咁啊，公司 B 可能整個電池，咁啊公司 A 整完屏幕就運去公司 B 砌個電池，然後就運去公司 C 砌埋個殼，咁變成個電話嘅。佢哋就唔會一間公司砌晒所有嘢嘅，通常都。咁你就會發覺就係佢哋就係可能，我唔知係有冇預謀啦，就係有人偷咗一件配件，公司 A 拎咗出嚟影咗張相，有人喺公司 B 拎咗另一件配件出嚟影埋張相，複雜。所以因為點樣做保密啫？如果問，因為你根本就唔信任嗰啲人㗎嘛，其實。但係佢真係泄密嗰個，即係嗰個劇透嗰個咧，佢嗰啲資料係點樣得嚟？係咪真係本身係咪因為諗住佢係？唔係，咁其實佢真係預計到嘅，因為你手提電話嘅硬件咧，例如你個屏幕其實間公司已經揸住喺手望到
㗎啦嘛。咁佢當然會知道嗰樣嘢嘅 spec 係點啦。咁你話 size 幾大，咁有時你個屏幕你可以見到啦。就算你冇個屏幕，你裡面啲電線，因為一定要預先屈定先送過去嘅，即係唔會去到嗰間公司先開始屈電線咁慢慢砌，一定係去到上螺絲就係嘅。咁所以就大細啊嗰啲其實你慢慢你求其揸住一件半件配件，其實你都大概知道係點。明白。係啊。所以佢預先知道佢即係我喺度諗緊咧，會唔會係本身蘋果已經俾咗啲資料？因為佢一定有少少資料嘅，如果唔係佢點砌嘅？係咯。但係佢夠膽真係放出嚟，真係。我諗未必係公司本身放出嚟啦。有人攞公司嘅名義。有人即係你偷一件零件，即係例如喺呢間房攞一支筆出去，大家唔覺㗎嘛。咁咪可能一日攞支筆，咁啊另一個員工又攞個擦膠出去，咁出面咪成枱文具咯，可以，咁咪就可以砌到 iPhone 出嚟咯。咁佢去到最尾啦，即時去改咗，即係我諗都係一短時間嘅事。都係好，我相信都好短時間嘅事，因為中間大家有留意過佢初係擺喺第二階段，即係9月26號左右啦。咁就本來諗住第二階段㗎嘛，收尾就最近年公佈埋就係第二階段咁就壞啦，係咯。咁我覺得呢個就，但係我見到佢哋雖然都懲罰，即係都叫懲罰，係懲罰咗佢哋，但係都好似都好似即係點講啊，都唔可以同錢過唔去啊。所以最尾係咪而家係用身份證都可以嚟香港？咁你又唔好咁諗，即係話你話，即係佢其實即係蘋果佢都係經過三途經中國移動發貨，或者經其他電信商發貨為主啊嘛。咁可能佢 Apple Shop 佢真係賣到嘅貨，可能你轉移晒香港，其實都係俾到嗰個市場。所以其實你話懲罰中國，可能其實係懲罰緊中國嘅電信商，中國嘅零售。但係佢就唔懲罰中國人咁樣，即係就如果懲罰中國人，應該香港攞唔到㗎啦。係啊，貴啲咯。咁另外你話 iPhone 除咗 iPhone 6之外，可能大家有樣嘢 miss 咗嘅。今日其實就係今日出嘅。今日係幾號？星期四9月18號。今日9月18號出嘅嘢咧就係 iOS 8。我唔知大家有冇 download啦？你有冇？你冇啊！我唔係果迷。咁你問我就係 iOS 8、iOS 7其實有冇太大分別咧？咁可能就分別就未必真係太大嘅。可能但係我會比較期待 iOS 8嘅發展嘅，因為你始終都係一個新嘅。有啲咩分別啊？其實點解要即係講翻咩叫 OS 先啦？即係例如點解三星電話即係你而家呢部咧，即係用 Android，咁 Android 都係一個 OS 啦。咁 iOS 就係個蘋果機 OS 啦。咁iOS 嗰樣嘢同 Android 嘅最大分別咧就係Android 係一個自由市場嚟嘅，即係任何人都可以寫一個 Android 嘅 OS， 即係根據佢基本嘅嘢嚟 develop 自己，所以Samsung 有自己嘅 Android 平台，即係紅米啊、小米。紅米啊、小米有自己 Android 平台，咁嘅意思。明白。咁但 iOS 就 iOS 係獨裁嘅，即係除咗蘋果電腦之外，就冇。都係佢自己出翻嘅。佢自己出翻嘅係啊。咁呢個喺 IT 係其實係你會見到係，你話唔方便就係話，但係我話係因為咗大家嘅方便先要做呢種獨裁。即係你用咁多年電腦啦，你識得幾多個 OS 啊？你數唔數到？係咪即係例如微軟啦、Android 啦？Android 係電話嘅啫，係啦，咩？即係 Android 淨係電話嘅啫。咁就如你普通電腦，你只識得微軟啦。係啊。咁蘋果嘅 OS X 你識唔識啊？唔識。係啦 ，OS 10.0或者 OS 9，咁都係呢兩間啦，或者係可能聽過啦 Linux 啦。咁你發覺Linux 你其實冇人識用嘅，除非我哋一啲去到做 server 啊、email server 嗰啲可能會用到 Linux 嗰啲咁嘅平台，因為嗰啲平台嘅 budget 會細啲，因為自由市場嘛，咁自己點解 budget 會細啲咯？咁你要買 product 嘅，即係如果你要幫襯 Microsoft 或者幫襯蘋果，咁 budget 咪大啲咯。但係大啲有好處就係大啲，雖然佢大啲，但係佢流通性廣，即係例如而家
你任何電腦都好，即係10部有8部係 Microsoft 嘅，有2部係蘋果嘅，跟住冇啦。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即係你有8部係 Microsoft 嘅原因係，當然佢好銷量啦，就係你要知道就係話因為大家用緊共同嘅 software 去溝通啊。咁大家即係我講廣東話，你講廣東話係咪容易溝通啲啊？即係如果我講廣東話，但係你講法文嘅，咁我唔知你講乜咪溝通唔到咯，兩個傳遞信息嘅咪有問題咯。咁呢啲就係喺 IT 行業上點解要一間獨裁公司，或者1至2間獨裁公司就係咁嘅原因。係。咁好啦，講翻頭先 iPhone 6關於一啲保安系統嘅問題，會唔會係嗰個保安發展？會唔會係好啲？即係冇咁易。你都知啦，我哋而家好驚俾人攞晒啲資料啊！你係咪想講例如紅米點解會 send 咗大陸 server 嗰啲？或者可能佢 download 一啲大陸 apps 啊，或者係我諗咁啦，我首先幫紅米或者首先講嘅嘢嗱，你話紅米會 send 去大陸 server 啦，其實iPhone 都會直接 send 去美國 server 嘅，Samsung 亦都會直接 send 去韓國 server 嘅。一定有啦！嗱，我覺得呢個係炒作居多嘅。你問我就點解咧？即係點解佢要收集你嘅資料咧？即係紅米，你哋覺得佢收集你私人資料，你個人嘅事啦。佢始終冇講收你個人先。但係話一般嘅電話又好，電腦又好，佢收集你資料做咩咧？就係為咗 debug 捉蟲。即係你嘅程式有咩問題，佢會出過咩問題，佢會知道。但佢會唔會攞埋我哋啲私人資料？我跟住講。好啊。佢第一樣嘢就做咗一樣嘢，即係所以你會見到無論 iOS 好 ，Microsoft 好，即係 Microsoft 會有 XP 或者 XP1、XP2，跟住轉 Vista 又有唔同 version， 慢慢要read update 嘅。咁呢啲就係因為佢收集咗你資料，知道邊度有問題，改做啲 update。iOS 又係啦，有 iOS 7.0嗰啲會無啦7.1、7.11咁樣就係我點樣係7.1啊？又8.0咁7同8啊？又係後邊呢個其實係一個排序嚟嘅，即係如果你冇即係例如我啲 program 話即係我覺得呢個 update 其實就唔係好重要嘅，咪7.1變7.11咯。如果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咁咪變7.2咯。如果我覺得呢個 OS 直頭可以賣錢嘅，咪 iOS 7變 iOS 8咯。咁嘅意思嘅啫。即係任定嘅啫。即係佢唔會話7.1就一定係7.2，可以聽日就係8.1就8.0就出嚟咁樣。係啦，呢啲冇所謂嘅。好啦，呢節咧就吹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繼續公民講場。拜拜。拜拜。